好啦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看是，阁有人糟蹋到公权力，甲警方来抢夺。先来看这件，这个警方要来拘提到嫌犯，嫌犯来反抗，阁举刀甲警察来抬着伤。这个代志是发生伫苗栗的公馆，一个姓郑的嫌犯，因为卡到毒品案，爱互抓去关，但是伊无去报道。远警就炸到这个区票，上门来找人。这个嫌犯竟然是失控，举刀安尼乌白画、乌白回，甲3个远警来回着伤。其中一个是公馆派出所的所长，伊的腹肚甲手骨的伤势，拢互划一个真严重，紧急送病院来开刀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远警甲房间的门踢开，规个乌密码。开灯！快刀开！远警甲电火拍开，嫌犯摕刀仔和警察要做对头。3位远警，一位喷嫌石仔水，2位摕盾牌、警棍来压制。嫌犯直直来反抗，伫过程当中，互远警拢无细而着伤。其中伤势上严重的是苗栗公馆所的所长，伊的腹肚和手拢有空喙。所长经送医治疗，医生诊断小肠及腹腔有穿刺伤，手术后恢复状况良好，目前在加护病房观察中。好佳在所长开刀了后，伤势稳定，摕刀仔伤害警察的电信嫌犯，是因为毒品案方判刑，要入去加路执行，却无报道。警方摕区票到因兜，搁直直反抗，伤害警察，搁加一条加重妨害公务罪。